国际消息，咱们先来关心的是泰国有一个28岁反对君主制度的女性，伊叫做沙内桑孔，伊互人指控犯着冒犯君主罪，自入入去关开始都唔食物件，即马超过100天了后，伫个5月14死亡。伊是泰国第一个因为绝食来抗议死亡的人，所以也引起社会对冒犯君主罪的质疑。 点蜡烛用手甲蜡烛砸掉的，防止火化气。部分人权运动人士目眶含着目屎，替过世的山内伤控纠结。泰国权君主制度组织粉碎王强的人权斗士山内伤控，才会互逮捕最高开始，就绝食抗议。测试团出伫感觉内底心跳停止死亡，将做泰国头一名因为绝食抗议死亡的运动人士。เราต้องตายกันอีกกี่คนหรอคุณถึงจะฟังเราบ้าง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ใครที่ คุณกลัวเราเป็นแค่คนธรรมดาค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ออกมาเรียกร้องอะไรแค่นั้นเองค่ะเพราะงั้น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โหดร้ายมาก 28岁山内伤控是一名法官的查某囝，今年才被立互当局指控7项罪名逮捕，其中包括2项刑事的冒犯君主罪，每一条罪名上当拢会互判15天的徒刑。伊在过段间宣布开始绝食抗议，呼吁改革泰国的司法系统，停止对政治人士的监禁。了后伫2月7日，身体虚弱送去感觉病院。虽然泰国甲政听讲山内伤控伫4月7日恢复食物件，也毋过人权律师组织表示，到4月5日为止，山内伤控 有原伫绝食，拢总绝食108天。事实上，在2020年，山内伤控就捌甲另外一名反王室的运动人士做伙绝食64天。泰国人权律师组织表示，泰国的冒犯君主罪是全球上严格法律之一。为2020年开始，差不多260件案件，272个人因为冒犯君主罪获起诉。特连改革派真正党的议员斯里诺克嘛因此获判刑6天，暂时等待保释期间上诉。 今年，阁有人因此互判刑50天，是过去以来因为冒犯君主罪判刑上长的刑期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。